大家好，我係劍橋聯合醫務中心嘅鍾醫生。今日想同大家重溫返派藥嘅注意事項，以提升藥物處理流程嘅安全。咁分幾個主題可以講啦。咁首先講咗點樣去儲存藥物先。藥物應該要儲存喺兒童不可觸及嘅櫃入邊，最好個櫃能夠係上鎖嘅。咁內服即係口服嘅藥物啦，要放喺安全嘅地方，遠離外用藥物，即係一啲皮膚藥膏啦。所有外用嘅藥物應該要喺容器裏外邊清楚寫上外用藥物呢個標籤。千祈唔好將藥物由原來嘅樽轉入另一個容器度。藥物應該儲存喺陰涼嘅地方。某啲藥物呢，需要遵從醫囑儲存喺雪櫃入邊，例如糖漿製劑。絕對唔可以喺同一個容器裏邊盛放唔同種類嘅藥丸同埋藥片。任何藥物如果懷疑變壞或者標記得唔清楚呢，必須要棄置。定期檢查藥物係咪過期或者變壞。存放藥物嘅櫃呢，必須要定期清潔啦。感光性嘅藥物，例如心臟藥物，應該放喺深色嘅藥樽入邊，千祈唔可以轉入另一個容器度。藥物櫃啦，應該要經常上鎖啦，同埋保持清潔啦。如果有需要將啲藥物儲存喺雪櫃入邊，咁每日應該要去檢視同埋記錄雪櫃嘅溫度啦。所有嘅藥物，包括外用同埋內服嘅藥物呢，必須要獨立存放啦。每一個藥櫃裏邊呢，需要有清楚嘅標籤去標明返究竟呢隻係咩藥啦。需要時嘅口服藥物呢，應該要擺埋一齊嘅。但譬如話利底丸啦，譬如話係一啲止痛藥等等啦。咁佢哋當然每一隻藥要獨立存放啦。咁但係有需要時，呢一 group 嘅藥呢，可以集中擺喺一個位置嗰度。咁而家要用嘅一啲外用嘅藥膏啦，需要同備用嘅外用藥膏呢，要分開位置去存放嘅。好，咁就可以講講除咗儲存之外，執藥同埋核藥有啲咩程序同埋工具要使用啦。執藥、核藥由最少2位專責處理藥物嘅員工分開進行。咁進行嘅時候呢，要確實咁執行呢一個3核5對嘅程序啦。咁一陣間都會講講咩叫3核同埋5對嘅。咁根據個人備藥和給藥記錄呢一份文件同埋藥物標籤上面嘅資料呢，再核對清楚已經執好嘅藥物。咁如果適用嘅話呢，檢查藥物嘅有效期。咁核藥完成咗之後呢，咁就會喺個人備藥和給藥記錄呢一個文件上面簽名確認嘅。咁如果有一啲藥其實佢係唔可以碎或者唔可以溶水嘅，咁但係咁啱個住客又係要用鼻胃喉去餵食嘅，咁呢啲呢，必須要徵詢返醫生嘅意見呢，先至再作使用嘅。咁如果藥物呢要先溶水嘅話呢，咁其實就代表住佢係唔可以磨碎嘅。咁碎藥呢，亦都要注意返唔可以碎定先嘅，一定要係俾藥之前嗰個時間點呢，先至可以碎藥嘅。咁每次使用完碎切藥嘅器具之後呢，都要徹底清潔。咁呢，逢係一啲藥水嘅類別嘅藥物呢，必須要去準確咁量度個藥水劑量啦。咁可以利用嘅容器呢，就包括針筒式口服餵藥器啦、有刻度嘅藥匙啦，同埋有刻度嘅藥杯。咁啱啱所提及嘅個人備藥和給藥記錄呢，就係呢一份大家都應該睇慣睇熟嘅文件嚟㗎啦。咁上面呢，執藥同埋核藥呢，都分開係有唔同嘅方格，可以俾大家去簽名嘅。咁同埋每日喺咩時間點度食幾多粒，嗰啲全部都係有獨立嘅方格呢，係可以俾大家去記錄返低嘅。咁如果有一啲藥其實佢係唔可以碎或者唔可以溶水嘅，咁但係咁啱個住客又係要用鼻胃喉去餵食嘅，咁呢啲呢，必須要徵詢返醫生嘅意見呢，先至再作使用嘅。咁
好，另一個主題呢，就係常規口服藥物嘅派發程序啦。咁而家呢，科技就日新月異啦。咁通常院舍啊或者醫院咧都會有自定嘅電腦系統啦，去處理返藥物記錄，包括每次覆診完之後更換咗個藥物。咁由藥房完成多於3核5對嘅程序啦，並且填上有關日期，咁就會發回各樓層存放返上鎖嘅藥車。咁藥房每日會執核第二朝嘅藥物。咁咧唔同時段嘅藥杯咧，其實就有佢指定嘅顏色標籤帶嘅。咁佢必須要同藥車嘅櫃外時間嘅標籤顏色相符合先可以派。藥簿咧入邊咧喺每個院友嘅藥物記錄之前咧，其實都最好要有佢嘅近照啦，有助返員工去確認院友嘅。照片前面咧有該院友嘅姓名同埋編號標籤。咁背面咧有2位分別係護士同埋保健員簽名核實啦。由2位職員，包括護士或者保健員，負責派發藥物。先確認藥杯同埋蓋嘅院友姓名啦、編號同埋時間正唔正確。咁如果有增加或者修改精神科藥物、血壓藥、糖尿藥呢啲咧，都要密切監察院友至少2個禮拜，同埋記錄低相關嘅一啲嘅數字。咁核實咗院友嘅身份呢，就之後會再跟藥物記錄同埋杯裏邊嘅藥物咧去核對嘅，包括5對、執核簽署、總粒數等等啦。咁喺核對之後，如果有需要碎藥嘅話咧，就按該藥物係唔係糖尿藥專用嘅藥樽同埋紙去包妥去碎藥。咁藥水咧，即時由2位職員3核5對之後咧就派發。核實照片並且向院友核對身份之後派發。派發嘅時候咧，除咗俾藥物提示之外咧，仲要俾啲導向去指示院友，確保全部藥物已經吞服咧，先至簽名記錄同埋離開嘅。咁同大家重溫返咩叫3核5對啦。3核其實就係1核、2核、3核。咁1核咧就係由藥櫃攞藥物出嚟嘅時候，2核就係取出藥物前，3核就係將藥物放返去藥櫃之前。5對，第一對就對病人姓名，第二就係藥名同埋劑型，即係究竟佢係膠囊啊，佢係藥丸啦，定係藥膏啦。3對就係服嘅劑量，4對就係藥物使用嘅時間，朝早啊、中午啊、下午啊，定係臨瞓之前啦，定係要跟餐食啦。5對就係藥物使用嘅途徑，例如究竟係咪口服啦、外用啦，甚至乎如果係醫院嘅話就係靜脈注射啦，如果係胰島素嘅話咧就係肚皮注射咁樣嘅。咁今日我大致上分享嘅就係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。